沙林是死去的酸蚵骨头油啊，是危害环境。即卖因为偏蚵这个沙林的量上过头济，已经冲击到海花，影响到渔民出入的安全。也成功大学研究一档，成功把沙林变做会当搁再利用的材料，透过3D 列印打造生态架，放去海底，做酸蚵甲鱼仔的生态地。 各种色水无共形体酸蚵伫海底看起来就若像是花园共款。偏蚵地区有丰富的酸蚵生态，不过受到全球气候暖化影响，沙林也就是死去的酸蚵骨头油啊，都安尼大量积伫咧偏蚵的海沙堡顶悬，对来影响环境经济，也危害渔民出入的安全。海委会委托成功大学研究，经过1年的试验，成功将沙林变做再利用的材料，透过3D 列印打造生态搭，放伫海底，营造海洋生物的栖息地。我们不止 放水下人工鱼礁的投放，同时也让它开始进入到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变成在水上里面可以供人使用的新的生活系统。 甲酸蚵骨头油啊变做材料，做成生态搭，放进去海底种酸蚵，甚至可以当缩小比例，加做水族馆的造景使用。海委会表示，这个计划成功，唔来当减轻海洋环境的压力，也当加做循环经济根本。成功大学的研发成果回应了沙林淤积对于潮间带生态威胁的困境，让在地资源转化为修复海洋 建构空间与发展水族应用的媒介，在配方是不是能够适合珊瑚藻类或是其他虾贝介类，是不是能够作为栖所自然的资材融入海洋资材的部分，是不是能够融合为一体？这个其实是我们水事所会这个监测跟关注的。 除了在这个安全性以外，生态搭的结构嘛爱堪伫流水甲风景的变化。成功大学表示，目前伫偏蚵的2大海域，拢总放6座无共造型的生态搭来试验，了解什么款的形体上适合偏蚵使用。记者郭亚祖、顾朝阳、高雄采访报道。